大家好，地區視頻介紹廣東講一方言和客家話嘅聲母對比。廣東講嘅一方言有22個聲母，列表以下，和客家話進行比較。普通話沒有，但係一客相同嘅聲母有二、四、五第三個，其中變化音四係白、一、地、陳。普通話有支持是日，然後支持是兩套聲母，總共7個。客家話和一方言有平舌音，支持是一套。每人客家話也係第一類型，常用嘅國際音標係 TS、TSH、S。支持是老字潤介音潤雙片時，接近惡化嘅支持是。普通話字地聽用國際音標標記，然後一方言嘅字區分。廣東講客家話字相對應嘅聲母係舌尖前續插音，而普通話嘅日係舌尖後續插音。顯然大部客家話嘅日也係普通話第一種類型。廣東講一方言比客家話多2個聲母，就係瓜、老坤嘅聲母，瓜讀瓜，坤讀坤。廣東講一方言嘅聲母 W， 然後客家話嘅聲母 V， 關鍵都係差唔多嘅。普通話相對應嘅係其他嘅聲母，包括零聲母。廣東講嘅一方言和客家話嘅聲母在數量上、關鍵數方面相同度比較高，包括擁有共同嘅變化音聲母4、3、4。兩特殊就係第個聲母只有一套平舌音支持是，沒有接近舌音支持是日。啲係廣東講嘅一方言和客家話嘅有一共同特點，每人客家話廈門嘅閩南話也係屬於第一類型。在五化顯然大部客家話中，支持是和支持是係兩套對立嘅聲母。五化每人沒有舌尖前續插音，而顯然日和普通話係相同，後屬於後續插音。好嘅，地區聲母嘅比較就簡單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觀看，下期視頻再見。